我係食物環境衞生署嘅吳志軍。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我希望能夠一路提升香港環境衞生嘅水平，俾香港嘅市民能夠有一個舒適、清潔嘅居住環境。我現職係總部小販組衞生總督察。我日常嘅工作咧係檢討有關小販管理嘅事情，包括法例同埋政策嘅指引、草擬同埋更新運作手冊，同埋之後嘅跟進工作。處理同埋分析各分區唔同嘅數據，仲有推行電腦系統嘅改善計劃。近期嘅最具挑戰性嘅計劃咧，就係購置隨身攝錄機嘅計劃。最大嘅困難咧，大約係要喺半年之內完成呢個計劃。最花時間就係我哋去研究將隨身攝錄機點樣裝喺身上咧。聽落去其實好似好簡單，因為其實制服上我唔同人都有唔同嘅體型啦。本身嗰件制服唔係話一個好硬嘅材料嚟嘅，即係我哋要研究點樣可以將呢一個隨身攝錄機嗰個掹上去個身嗰度，可以有一個特定嘅方向，而有一個最佳嘅攝錄嘅效果。最初嘅階段其實開始同事用嘅時候，都以為佢哋要有一段時間適應啊。隨後佢哋去話翻俾我知咧，真係遇到一啲懷疑衝突或者衝突事件嘅時候，一開機咧，個市民真係可以有一個冷靜嘅情況喎。咁正正咧就係吻合到我哋之前喺做調查嘅數據，喺唔同國家其實都係有一個支持話可以係有一個緩衝嘅效果嘅。我係食物環境衞生署高級小販管理主任袁少雄，任職超過27年。前線人員喺公眾地方進行執法過程嘅時間咧，經常都會面對啲違例者不合作，做出啲故意抗拒嘅行為。有好多違例人士，佢哋都會用佢哋嘅方法，甚至乎撞開我哋啲同事啦，令到我哋啲同事會受傷。喺使用咗呢個隨身攝錄機嘅時間，我哋面對咗衝突或者係拗撬，甚至乎被指罵嘅情況係減少咗好多。以前市民會覺得我哋啲同事就係企喺側邊望住佢哋擺晒出嚟，都唔去執行職務。咁我諗係當中會有一啲誤解喺度咯。但係而家嘅批評已經逐步有一個改善啦。尤其是喺政務司副司長領導之下，打擊衞生黑點計劃，經過我哋嘅同事嚴厲打擊店鋪阻街之後，而家我哋嘅同事喺街上執行職務嘅時候，公眾就開始鼓勵，甚至乎當面走近佢哋面前。我相信公眾係睇到我哋嘅同事努力，俾咗一個正面嘅評價佢哋。隨身攝錄機已經喺香港開始普遍使用，而且大眾都對呢部機係認為可以為執法人員提供保障，對我哋小組嚟講係一支好大嘅強心針。實際上其實最開心就係好多部門都向我哋查詢呢個隨身攝錄機嘅計劃，感覺上係得到其他人嘅認同，對我哋小組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嚟。呢位就係我哋嘅同事阿 Jackie。我係 Jackie，總部小販組嘅高級衞生督察。我係君 Sir 嘅直屬下屬。咁我同佢一齊已經工作咗1年幾㗎啦。君 Sir 最大嘅優點咧就係佢嘅談判技巧啦，同埋佢同人嘅處事能力啦。咁佢就好似咧，即係俾我哋印象就好似一條橋咁樣啦。佢往往咧就可以將啲唔同嘅事啊同埋人咧就攬埋一齊嘅。咁啊，大家咧就隨住一個方向向目標邁進啦。其實呢個隨身攝錄機計劃要喺半年裡面完成，真係極具挑戰性嘅。其實當中咧有一個設計咧就好耐都冇 finalize 到啦。我哋就要開一個會，就揾咗好多同事上嚟傾咗成個上晝。其實大家都即係意見唔一樣啊。咁好在嗰次咧就多得阿君 Sir 咧，佢從中斡旋啦。咁到最後咧，全部人都可以達至一致嘅共識咧，去就住嗰個設計咧再做一個進一步嘅修改咯。攞到呢個獎，我固然之開心啦。特別係要多謝我以前嘅同事啦，我哋一齊嘅默默耕耘，其實真係俾咗好多鼓勵同埋支持我，令到我可以有信心去繼續去一路完成我嘅工作咯。